来看台中市最近3礼拜就发生4件汽车红头砍的案件，这4件拢是赛车的人临时停车去买物件，车无锁，就互歹徒驶走。警方调上百支的监视器，发现讲嫌犯拢是同款一个48岁姓肖的查甫人，会来抓人移送法办。 白色轿车伫咧桥上头前临时停车，驾驶落车买物件，无熄火也无锁门。过无偌久，对面行来一名男子，伫咧轿车附近坐一人，确定车顶无人了，开门上车，还阁将车开走。犯案的过程拢去监视器翕落来。这地点就伫咧台中市东区公园东路，当地是一栋商办大楼，附近的民众讲，确实有贪图方便的驾驶人。常听到报道有说这种案件发生这样子，所以我一定会上锁。 对，有时候就是为了贪图方便。对，他可能觉得我很短的时间就会结束购买的行为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你自己还是要先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嘛。台中警方最近3礼拜陆续接到4件汽车窃案，调阅监视器发现，犯案的拢是48岁萧姓男子。伊的米伫咧桥上、包仔店、自助餐顶店门口附近来观察，等机会来偷车。 将车内财物提走了后，就将车辆挡伫咧路边。警方成立专案小组，过滤上百支监视器镜头，锁定小男。我们警方接获报案后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并调阅路口监视器。那我们最后锁定萧显涉案，全案讯后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来侦办。小男去用了了，坦承犯案。警方以涉嫌窃盗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而且呼吁民众车辆临时停车一定要熄火锁门。 贵重的物品唔通放伫咧车内，避免歹徒照相造成损失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